啱先開始喎，仲有排㗎。煙花睇咗，到咗我數埋，連電車都搭埋啦。我哋幾時先傾啊？奧園山莊嘅獨家代理啊！成晚流長，呢啲慢慢傾都未遲啦。我專登包咗成架電車同你夜遊啊！你唔 relax 下，欣賞下香港夜景幾靚？華振邦，你唔好再嘥我時間啦！一句講晒，奧園山莊嘅獨家代理，你俾唔俾先？唔俾我就即刻走。我仲未決定俾你。有嘢，你有錢，你玩晒。我都未講完，唔好走住啦。你玩咗我成晚啦，仲玩唔夠啊？你見你陪咗我成晚，我先俾個好建議你啫。呢期幫公司爭取代理權，不如自己爭取內部認購。內部認購我閒閒地攞到50個啦，使靠你。今次同上次唔同喎，時間個市旺到爆，自己入貨炒，好過幫人攞單去賺佣啦。你翻購我買你個盤。你數口咁正，如果8折賣俾你嘅話，你估你賺幾多啦8折？真係8折？你肯俾幾多個單位我先？咁啊睇你肯食有幾多啖，咪俾幾個單位咯。我對你這一生哪個可比？我與你差一些，永遠一起。邂逅時間長地，自然像空氣。見到自何以絕起？愛太重，深呼吸，欠缺空氣。愛太美，輕輕的，卻再不起。愛情來到時候，似明媚天氣，他走了，突然驟變雪落。